福利建设甲云非凡美术馆首度跨界合作，伫百汇6楼文化馆举办意韵非凡富丽家族艺术联展。开展即天，文化局副局长陈修成、福利建设总监陈聪图、新天地店长吴佩芳以及侪艺术家，拢做伙出席，场面盛大隆重。新湾商业它本来就是一个营业性的百货公司，那它一直在做美食展览，做一般的商务品的展览，那这次把它融入一个富丽家族的艺术展，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另外一个展览哈。那我想富丽有云南美术馆，那我们也带着富丽家族他本来就有创作的，或是我们也请了老师在引导我们富丽家族的成员进入自己创作。我想这个是让富丽家族引导出全国，我想每个社区就用瓦砾碗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感觉是一个蛮棒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的文化跟艺术能够走入到民众的生活空间，因为我有走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才容易让民众遇到。让他们遇到文化或遇到艺术，他们自然会对它产生共鸣我想这个部分也一直，我从在文化中心，然后来到文化局，一直都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被推展那也谢谢我们陈总现在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花在文化跟艺术对于建筑，他已经把它升华到文化跟艺术的一个层次。这一次非常荣幸能够跟台南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富丽建设旗下的云非凡美术馆，我们共同来策划。那很感谢在场有很多企业家还有艺术家的共同联展。那这边的作品有高达100多幅。那待会儿呢，也请各位能够跟我们共同的欣赏。这次的展览总共邀请20位台南在地艺术创作家展出画作以及点的作品。展览的现场超过100幅精彩创作。介意艺术的观众朋友，为即马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进前，会当来新光三外台南新天地6楼的文化馆欣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